田条明医师对东京医学院毕业转来台湾，却毋知伫遮等待伊的竟然是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府。伊转来到台湾的第2年，228事件爆发。田律师去台南市参加唐德宗律师的义勇军，不过唐德宗听讲田律师是厝里的孤囝，就派人甲伊带转去庄脚的祖厝。若无，田律师嘛可能真做228的受难者啊。田律师捌讲，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大家乐，无存在自由的空气，只是大家乐甲小家乐的差别尔尔。若是有人要请伊食饭，伊拢讲莫食遐尼好，随时准备在家才会管事。田条明和田明淑是一对特别的翁仔某，伫袂使讲政治的时代，因兜食饭桌仔顶的话题是关心政治犯，也是爱救啥物人。因兜的诊所迄当时嘛正做党外人士聚会的所在。1980年2月28日发生的林体血案，是因的查某囝田秋瑾第一时间发现，救了林义雄的大汉查某囝林环景的性命。因后来嘛协助美丽岛事件，包括林义雄在内的被告逃亡甲拯救。有人问田妈妈为什么遐关心政治，伊讲伊关心的是社会正义。伫台湾民主运动的道路顶悬，田条明和田明淑翁仔某总是徛伫咧第一线。因用行动证明爱甲正义的力量。因一世人拢咧对抗威权，毋是为着因家己，是为着咱即马享受的自由空气。